入晒中間嗰個頭同埋個頭部嗰啲韌帶嗰啲血管啊、肌肉啊、關節啊都靈活擰咗出嚟。咁前面嗰兩個咧有乜嘢唔好啊？啊，嗰啲唔好啊，腰關節、腰脊柱肌肉受損。剛才嗰個就係嗱，係嘛？係咪屈咪啊？係咪屈咪啊？係咪佢因為呢個腰關節係咪勞損啊？個腰嘅肌肉係咪承擔到壓力啊？嗱，你呢個開咗，冇咗呢種現象啦，有冇？係嘛？嗱，有冇個嗱，佢已經直咗啦嘛呢度。即係主要就改係啦，腰椎就好重要一個嘛，我就圍繞我嘅頸椎病同埋腰椎病嗰兩者之間啊，綜合起嚟，就係呢個龜蛇爬行動作。李伯同我哋介紹仿龜蛇爬行運動，在於運用人體四肢橫向地面爬行，拉動頭、頸、肩、臂、脊柱、關節、腹部同全身經絡以及肌肉，促進血氣運行，加速人體血液喺橫向順流作用下循環流動，提高血管擴張、回縮彈性，疏導血液污垢，激活五臟器官同腸胃功能，從而達到強身健體同防治疾病嘅作用。特別對於頸椎同心腦血管嘅疾病，效果更加顯著。嗱咁，嗱個肩啊咁鬆出嚟啊，咁鬆肩啊，鬆肩咪鬆一鬆噶嘛，個膊頭嗰度嘛，我緩解咗嗰啲疲勞啦，把嗰啲血回流啊，滾動起上嚟咪輸送喺嗰啲嘅神經啊各方面咧，緊啲韌帶啊血管啊，嗱咁樣啦，嗱一定你腳架，你腳原來係彎㗎，一落地一蹬啊，一蹬，嗱一蹬我撲出去嘛，嗱同埋拉咯，佢全身拉動係嘛？邊個部位唔拉得到啊？你話係嘛？邊個部位拉到㗎？嗱，佢係整體個血管啊，全身嘅血管都能夠得到一拉動個全身㗎，喐動㗎，所以佢得到全面嗰個擴張回縮彈力，血管啊就係咁重要。你一谷行滾動啊嘛，佢衝行㗎嘛，有啲人爬暈㗎，初爬，佢就由於嗰啲血管未能受到衝擊擴張，啊，爬就唔暈㗎啦。爬下佢就唔暈㗎啦，佢適應咗通順咗嘛，血管通順咗就唔爬。佢個後果就係咁神奇，就係通過自身嗰啲血液嚟衝擊佢滾動佢，啊就係咁樣，包括血管擴張。李伯話仿龜蛇爬行嘅功效係非常好，但例如有高血壓或者心臟病以及病後康復嘅人群，應該選擇從簡單嘅爬行循序漸進。呢個動作咧就係體弱啊、病後康復啊、高血壓啊、心臟病嚴重嗰啲人就咁爬得啦，就咁爬得啦。啊，你依家一格起嚟就可能依家就冇。嗱，依家就爬得啦，咩又咁爬得啦？啊，就咁爬得啦，爬下，爬幾步又計翻落嚟。佢依家過渡期，如果冇乜嘢咧，你就可以繼續爬下佢就得啦。即係所以高血壓嘅病人高血壓要注意，啊，要提示下佢要注意，但係嗰個仍然可以爬係可以下降血壓嘅。佢把啲血管疏通咗、擴張咗。佢慢慢可以把嗰啲血液下降翻，再加上佢促進嗰個五臟嗰個機能個發揮啊，佢就自然會咩噶啦。爬行動作要領：四肢着地，挺胸直腰，轉頭旋頸，聳肩提臂，右手前爬，抬腳後蹬。腹部式呼吸要領：閉口收腹，深呼吸，將腹盡呼氣。頻率與手足動作節奏同步爬行。呢隻牛最老又佢，最爬得快又佢啊！呢隻老犀牛啊！喺爬行嘅現場，李伯嘅學徒將仿龜蛇爬行稱作為爬牛牛。呢種喺旁人睇嚟確實有啲難為情嘅爬行運動，
當初亦都面臨住唔被認同嘅尷尬境地，就好似邱阿姨，如果唔係因為打麻雀打到手都抬唔起身，佢係唔會選擇爬行嘅。我覺得死咁肉酸點爬呢？又係咁嘅，翻去講俾人聽，人哋都笑啊，爬牛啊嘛。咁話我就問嗰啲，你爬啦，你唔好怕醜啊，照爬啦嘛。係初初係嚟爬，咁咧一爬過一兩次呢，爬完呢個人周身痛，即係證明有效啦。翻去揸刀都手震都揸唔到嘅，後尾咧爬得有10日到，真係好舒服。即係呢啲韌帶位啊，全部鬆晒。喺參加爬行嘅人群入邊，好多人都有同邱阿姨一樣嘅經歷，從當初嘅難為情到勉強去嘗試，再到而家嘅享受。從呢項運動當中得到收益之後，佢哋亦都不遺餘力咁去宣傳仿龜蛇爬行嘅好處。以前呢個頭髮咧好啦，而家咧每爬1個月到，我洗頭又唔甩頭髮噶啦，所以我覺得好有效果，因為以前都係暈，因為個腦血管功能差嘛，成日都暈，成日啲2個月都暈，而家咧唔覺得暈噶啦。喺未學爬行之前咧，就有20幾30年嘅哮喘病，咁經過即係啲朋友介紹，咁嚟到呢度越秀山見到爬行，我響12月份度開始爬行，爬行期間咧，我都係繼續即係都要食藥。咁而家響最近上個星期我去覆診都唔使食藥啦，即係證明佢應該運動係比較好咯，對全身運動。喺拍攝嘅過程入邊，呢班叔叔阿姨仲向我哋展示咗佢哋嘅絕招。